继续关心前新竹市长林志坚和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拢因为抄论文，因的学位互大大撤销。国民党的立委王宏维就检举因的指导教授前国安局长陈明通涉嫌违反学术伦理。大大伫昨昏表示，经过教评会审议，认定陈明通确实有缺失，也毋过程度是无够爱改聘的坎站，所以决定未改聘。 而这也代表陈明通向台大申请退休，可以最后风风光光的退休，而且爽领退休金。台大这样的决议，当然是位于陈明通曾经高居国安局长的高位，否则一个老师他连续几个学生，包含林志坚、郑文灿。 他们的论文都被判定是抄袭，而且被撤销学位跟论文，这真的是一个学术之耻。大大是强调讲，因已经有深深检讨，对未来嘛有防这款代志个发生。针对学校有违反学术伦理的系数，因大大即马会做委员会去访视。 另外，王宏维是对此表示遗憾，认为大大无改聘陈明通，这是咧吞论伊违反学术伦理的行为，这是无好的示范。